年当中呢，有同道嘅节气，我最好嘅就是母亲节。母亲节嘅时节，你要用蛮表示。我要平阿妹去昂街买东西，还要祝福天下所有嘅阿妹永久快乐。买再发，将再讲做唔得啦。怎样嘅做啊？迄爱就要用实际行动啊，用最虔诚嘅心情，我来唱条歌来歌颂阿妹嘅伟大。真劲哦！跟唱乜嘅歌嘅啊？听听啊。母亲像月亮一般照亮我。排泄吼，一条歌唱落的啦，问一条。世间只有妈妈好，没钱的妈妈像根草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天下的公鸡都是一样的嘞，你咪老很闹啊，嘿卖闹很闹啊，你唱个大条歌就按落啦，冇内容，一下就唔会想你。我唱得唔好，唔卡聽，來，唔來唱。愛唱就愛唱啊！接下來呢，我就為大家唱一條歌嘅，送俾天下所有嘅阿妹，永久幸福、健康、快樂。好，大家報數。好，我一條歌呢，個地方阿妹形象啊，非常嘅偉大，我做得當神通、當實際嘅，攞佢表現出來。好啦，繼續唱，睇下都啲啊。好，我唱了哈。一條歌嘅嗬，阿妹嘅形象啊，係非常嘅溫柔，非常嘅優雅，非常嘅親切，非常嘅舒適，非常嘅囉嗦。愛唱又唔係唱啦。咩啊？我仲要講清楚啊！一擺攞佢講清楚做得冇？好啦，一條歌呢，本來係英文嘅啦，唔過嗬，講佢湯模，故所呢改做客家話，客家冇少嗌哦。改做學咯，咩冇人反對？真嘅，跟我就再去改做學咯嗬。對嚇！找個胖鳳啊！正要喺唱嘅時間，上緊乜走去啊？唔可以唱又唔可以唱啦。唔係啦，家好點嘅想到講，一條歌要你攞嚟聽書，張秋唔攞嚟聽書好冇？攞唔聽書？要唔聽書？聽書做男主角啊！哇！男主角做得我可能冇法度啦，算啦啦。乜解冇法度？我金鐘獎嘅男配角呢，冇法度。真嘅？唔該，我演慢嘢，唱慢嘢。好，咁你就演啊，來耶！我就唱呀，來呀！我隨時，等等哈。紅蔥夾紅蔥，佢四面蔥啊，佢哋石頭伢三副伢，係夾紅蔥，佢哋雜屁股，反正冇乜諗望，就算又出名，伢個樹伢個片狀伢個種入嚟，大將把樹台江山老母嘅，唔記得，要咩話愛味？哎呀，吱，唱啥麼？我做乜彈呀嘅？因為，我講嘅說，愛伢妹，為個阿妹，他當。阿妹我聽唔知啦。愛真甜咧，你看做阿妹嘅人啊，嗬，要管按道事情啊，嗬，要記按道法啦，還要太上改。阿妹辛苦，做阿爸咩冇輕鬆呢？做阿爸你真輕鬆咧，不管太細嘅事情嗬，一句話就解決咧。有冇講？基本阿妹，他當。基本阿妹，這裡當上司呢？你講係冇？一啲頭擺啊，做爺兒嘅人啊，尤其做爸爸嗬，較嚴肅，話就較少；佢做阿妹嘅人啊，鬼嘢就濃講唔會停啊。唔可以查，我都想到特別阿妹嗬，鬼嘢都冇效用咧，面白白咧，幫上改媽人哋生意，老生意發現。係啊，唔過也冇咁樣嘅啊。我看你下咩還差唔多。冇，人家就做阿爸嘅人嗬，喺老頭擺差唔多，唔過我就做阿妹嘅人，全部進步了。你又咪進步？我就講究嘅係親子嘅關係，也係流行嘅教育嘅觀念嘛，嗬，就也要用旁頭來講，真會神奇，按度好，根本啦，我就冇帶到呀主辦，故說我喊你擺張講本堂，我做到比你鋪了，那都係唔會哦，等等哈。細年的調皮準遊戲，細年的 enjoy 準糖戲，唔打唔罵唔輸戲，滿手滿人真客氣，最度上癮三句話 ，Yes sir, OK, I'm
哩。我过来啦，我真唔会相信嘅。呢样嘅事情啊，阿妹再度大概肯定个吧？Yes sir, OK, I'm sorry。你可能啦，我就安样啊。你我来教育新人咧吼，准做些小行，我发誓要做咧唔会发现嘅阿妹。你唔会发觉？哎，读到乜嘅事情，你都唔会发觉？我唔会发现。唔会发觉？我满意。迄个人生意强强为父母都需要教咧，喊你个冤仇，你们不要给监督那个屁脸过来，这个马公男施主一条三师傅还没给红草。唔会，我要强势强脚，行到夹嘅面床顺风，舒强强嘅唇到屁股底边讲，宝贝来耶，夹红虫咯，一条三师傅咯，夹，叽咕叽咕叽咕，红虫耶，懂得语我要你啦，懂要笑呢。唔通，咁样跳起来呀，打闹闹，汹涌友好。后边咩都好，两字爱啊，那种边面打坏感情咯。有样，唔错啊。有诶，迄讲不论做乜嘅事情，全唔可以看。我却唔会看，我都唔可以信你啊，修养安好。真嘅。講係悶，迄日生人咧跳教功課懂毛。佢有乜關係？因為得生意就唔會讀書。哎呦，按看你開啊，唔加成績好，面都我看唔得。哎呦，親啲就好嘅啦。你懂唔上忙？佢頭腦還蠻開通啊。我都有發覺，老唔講，日生人上課遲到，仲有冇叫，佢欺負同學，故參欣賞，考試最後一名，所以佢成績加起來平均冇超過10分。要把，聽掉啊！來啊，對阿妹唔好，怪我吼冇錢，老人送到外國去讀書，怪就怪阿妹生意都好嘅啦。但那樣嘅事情，人家根本吼，迄眾生人就我無款啦。萬年種生人啊，人生人在上課遲到，功課冇叫，欺負同學老師生，現在考試最名咧。唔可以查，你有乜啲咯？乜嘅呀？人生人真嘅安樣哦。哎呦，我煩死嘅啦！家妹哦，最近就為樣嘅事情哦，我點解就是佛事3點啦？那個生意吵吵鬧鬧，我靠，不得安寧哦。哎呦，佢那夾夾吼，係人姑娘好愛，做咧唔會發現嘅阿妹，係無真嘅連生意就唔想做福卡哦。哎呦，我講唔想做福卡，戀愛都想離家出走了。唔講，係冇做阿妹做到咁辛苦，結果煞留唔係做老公啦，做生意心，也係好馬辛苦呢。你咪點解想？我哋想講應該係兒孫自有兒孫福，冇必要讓我卡媳婦咪都按查咩？錯啊！尤其啊，佢做野外嘅人啊，有時錢都冇事呢，也冇聽說到老生人教都當好啦，呀，要用地位智慧哦，而留嘅嗬負面呢變做正面嘅。對，你用把老負面咧變做正面咯。比方講啦，去年12月，我來啊就接到一張假天花嘅書記費嘅賬單咯，我一看，阿妹哎呀，佢咁人係打睇5000人橋呢。在咯，5000人橋。佢出差哦。嘿，你用個啥？佢硬用個啥？我就作來好練一下啊。佢殺下來咧？殺下來就拿錢本嘢喺件拿到睇戲啊。嚟講啊，係咪不准發生咁嘅事情咯？我就唔愛樣做。你唔會發現？我當然見啦，不過嗬，我唔會罵佢，我要當平親，等佢溝通，喺佢自家負責，自家出錢。我嗱，個社會之間哪會來錢？冇錢，就天花田地去啊！做唔得啦，我跟冇天花好用，我錢佢錢唔到呢？冇用就冇用啊！佢用個啥咯？用個啥？唔講啊！一冇曉，二冇解，三冇打，四冇罵，唔過。個心肝肚當清楚的啲，阿妹發現咧，有好係，報名有吧？報名嗰冇就叫啦過年啦，佢乖乖嘅拿去假紅包錢，佢叫踢，叫踢過去話佢唔判得咧呢，佢唔判得啦，骯髒會搞錢。過年係當佢講，佢做嘛會打踢天花打按到錢，原來嗰樣事啊，佢搞人女朋友，一開始冇注意到啦。但我是都唔知風向哦，還搞女朋友打手機啊！結果佢都講啊，
好啦，阿妹，坦白讲，朋友的世界吼，我先问佮手机用来见的啦。么个意思哦？因为迄讲用空间的就表示哦，用你付大他上钱啊，就表示量才有眼，做得搞忙啊。该无空间个事嘞。该就表示无眼了。没，该就分数。没呢。该就谢谢再联络。我就买了门后送给咯。啊？